你講乜嘢可以消水腫之前，用30秒嚟 check 下究竟你有冇水腫問題啦。一、朝頭早起身呢隻眼會變泡泡眼，同埋瞓覺嘅時候壓到嗰啲碎痕呢，好耐都唔散嘅。二、咁你有啲肉嘅位，譬如小腿啊，會留一個白色嘅痕跡好耐嘅。三、覺得自己隻鞋呢有時變得好逼，好似腳脹咗變大咗咁。OK， 如果有中以上任何一個，咁你就係水腫嘅人啦。好多人以為水腫即係飲水會腫啊嘛，咁就唔飲水。呢個絕對係大錯特錯。事實上，飲水唔夠，身體先會諗辦法去留住啲水分，帶嚟水腫問題。所以有水腫嘅人呢，需要養成隨時隨地細細啖飲水嘅習慣，亦都要飲夠一日嘅所需。不過要注意，瞓覺之前2個鐘呢就唔好飲啦，俾腎臟同自律神經得到充分嘅休息。咁有冇啲咩係好簡單，唔使煮嘅，隨時可以整出嚟嘅去水腫飲品呢？有㗎喎，其實大家撳入嚟都應該見到，答案就係最常見嘅齋啡。今集一次過會講點樣飲，飲幾多，幾時飲先有最好嘅去水腫效果。咖啡中嘅咖啡因有助利尿，加速人體水分代謝，促進腸道蠕動，同埋減少脂肪細胞累積嘅作用。適量咁飲用咖啡的確係對消水腫、減少脂肪囤積有一定嘅好處。台灣有位醫師都成日講，喺運動之前飲少少齋啡，運動減肥嘅成效會大大提升，增加身體燃燒脂肪嘅效率。不過有一個好重要嘅前提係黑咖啡。唔係拿鐵，亦都唔係 cappuccino， 係冇糖冇奶嘅。飲慣咗，我講真嘅，其實都幾好飲，苦苦地，突然之間有一日覺得飲落，咦，甜㗎喎，係咪個味覺已經壞咗呢？但我之前試過煲紅豆水，又麻煩又苦，一樣唔好飲。咖啡唔單止方便，仲有提神嘅作用添，而且唔一定要買貴嘅精品咖啡先有效果。我哋要嘅係咖啡因呢個成分，即溶咖啡裏面同樣都有，只要揀大品牌正經嘅牌子就得。份量方面，成人每日咖啡因攝取量都應該控制喺300毫克以下，所以每日飲1至2杯係比較合適嘅，又唔會傷胃傷身。咁幾時飲最好呢？就要睇你係咩水腫最嚴重。如果你係朝頭早起身眼腫面腫派嘅話，就喺早餐嗰陣飲。如果係久坐腳腫派，建議你坐2個鐘之後飲返一杯，順便行幾步，促進下半身血液循環。而運動人士就要喺運動前30分鐘飲，可以提升訓練嘅效果，延脂去水腫。但係做完運動記得要補充返水分。瞓覺之前6個鐘最好就唔好飲，費事影響睡眠，令到深層睡眠減少，咁絕對係得不償失嘅。以下4種人都唔適合飲齋啡：孕婦、哺乳期嘅媽媽、容易反胃、對咖啡因敏感嘅人。總括嚟講，每日飲1至2杯黑咖啡，少量多次飲夠水，加上適量嘅運動，唔好成日坐喺度唔喐，減少食啲重鹽重口味嘅食物，咁就可以改善你嘅水腫問題。瓜子面都返嚟啊！好，除咗黑咖啡，仲有2樣好常見又成日食到嘅食物可以幫助我哋消水腫㗎，就係冬瓜同香蕉。2種都係鉀含量好高嘅食物，有助身體排出多餘嘅鈉，維持體液平衡，有天然利尿嘅作用。咁我再嚟分享3個消水腫嘅食譜，有2款都係嘢飲嚟嘅。如果冇辦法飲到齋啡嘅人一定要睇。一係咖啡香蕉奶昔，材料淨係需要香蕉、咖啡、牛奶，當成代餐都唔錯㗎。如果真係唔中意飲咖啡，就試下呢一杯抹茶香蕉燕麥奶昔。抹茶中含嘅兒茶素同埋香蕉嘅鉀都可以利尿排水，燕麥纖維仲可以幫助我哋腸臟蠕動。呢一杯更加有個稱號叫做超無奶昔添。然後就係冬瓜湯，我超中意滾冬瓜湯，所以我頻道有好多款。今集介紹嘅就係瑤柱冬瓜湯。唔講唔知，原來瑤柱都有利水消腫嘅功效，雙管齊下，效果雙倍，好飲又簡單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將所有食材加喺破壁機裏面，係好容易做嘅一杯嘢飲，唔需要切，材料都淨係3樣。用雪過嘅牛奶就會凍凍地。撳奶昔模式，打1分48秒。就完成啦。用香蕉作為天然甜度嘅來源，夠甜好香，亦都更加飽肚。而且香蕉富含能夠幫助平衡體內鹽分同埋預防高血壓嘅鉀嘅。雖然冇加到雪糕、鮮忌廉等等，
都已經非常之好飲，口感順滑濃厚。鍾意再凍啲可以加啲冰添。搣咗啲香蕉皮，將全部嘅食材加入破壁機，又係撳奶昔模式，打1分48秒，真係非常簡單。咁樣就完成啦。加咗燕麥，增加咗淡淡嘅麥香。因為冇加到糖啦，所以唔建議加太多嘅抹茶粉，會比較苦嘅。而家呢個配方就啱啱好，甜甜甘甘，亦都好奶香絲滑。提早將瑤柱浸軟咗先。如果浸得比較耐嘅話呢，就建議放喺雪櫃比較安全。切2片薑片，將豬肉切成塊，放喺煲裏面，加水冚過豬肉，開火煮滾飛水，將冬瓜去皮，唔要啲冬瓜囊，亦都切成片。將瑤柱搣成絲，水一滾呢，就可以熄火，將啲污糟水倒咗佢，然後將全部嘅食材加喺電飯煲裏面，加熱水去到煮飯線3，撳蒸煮鍵煮15分鐘，最後加鹽調味，就完成啦。無論係用料定係煮法都非常之簡單，飲落清甜中帶啲鮮味，熱氣嗰陣飲呢都會好舒服㗎。跟住我會分享更加多健康又好食又簡單整嘅食譜，大家記住訂閱懶人廚房呢個頻道啊！